我先講個結果咧，就係我覺得而家恒指係非常極度危險嘅，成個大市以恒指嚟睇嘅話係好危險嘅。咁啊，今日咧有準備一啲圖嘅，咁大家可以理解得清晰一啲啦，同埋就客觀一啲。嗱，你哋自己聽完我嘅説法之後咧，再諗啦。呢一刻個市未正式穿底，未話見23,000、22,000嘅情況時候，有一個選擇可能俾你減持嘅機會嘅時候咧，你會唔會喺呢個時候作出一個正確決定咧？定係真係咩都唔做，由佢跌咧？係啦，咁啊由最大型嘅開始睇啦。咁啊，我哋睇翻恒指咧，呢個日線圖嚟嘅，係啦，見到有個好明顯咧，就係大型嘅雙頂形態，係啦，講緊係差唔多半年嘅時間累積咗呢一個嘅好淡倉情緒出現。咁啊，上一次咧3月2號嘅時候咧，啱啱伊朗同美國話打仗嘅時候咧，其實係曾經跌穿過嘅，但好彩佢救得翻。咁嗰一下咧就出現一個24,900嘅假突破底部啦。嗱，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咧，而家其實坦白講同24,900唔係差好遠。美股今晚跌多你0.5至1%咧，我相信咧下個禮拜一翻到嚟咧就直接可以穿底㗎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呢一刻咧未收市嘅時候咧，你其實仲有少少機會可以去考慮做唔做啲對沖或者係減持嘅狀況，係啦。咁如果真係跌穿咗，個後果係咩咧？就係講緊呢半年啊累積嘅好倉咧，全部人所有買咗恒指ETF 啊成分股啊嘅人咧，其實都會處於虧損嘅狀態。而呢一下嘅跌穿嘅時候咧，好多人咧係會即時去止損嘅。一啲相對專業聰明一點嘅人咧係會止損嘅。而止損即係市場沽貨，個動力係會向下繼續延伸嘅。咁幾時會完成咧？技術上咧，我哋通常會以1:1做一個保守嘅量度目標，大概去到23,200咁上下嘅位置咧，先可能完成呢半年好倉止損嘅動力嘅。